降下制度讲的什么东西对吧？降下这个角度来说，你个驴基本都要买的的，降下这个角度来驴的，让给掉啊等两个长的两个的，等，说他驴在东方国这个去年的，下次个有什么钱那的，专门给我到处都三个的事情的话，这个情况。好，这个我们正如在大礼拜的时候，他的大礼拜的方法与思维的方法是一样的。虽然我们的身体只有一具吗？叫一具吗？一副身体。所以呢，不过呢，在我们做大礼拜的时候，自己过去是到现在的，是不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数目相等的，把异化成千百万遍，来可以和同时一起做供养或者修持。所以呢，这样去修持的话，那自己的福报以及善根就增长成不可思议的。确实，在当地下，但你这也不是先把钱呢，说全部配备呢，那牙个工作了全部给马给你几把东西呢呀，不上了东南几个几块的。好，如果说这些的理论道理，如果说明白的话，不管是上供三宝，下施与众生的话，那在思维的方法、做的方法都是一致一样的。我这边没问题，你了不问题。现在点了天把工去做，专门工作这这个项目，写个大，东南呢天把所有这个一个到他们就东南也这个样。他东方的200年过的呀，前把也税去了，那这个的那东南这样的这个这个看的，对的呢，就是这个的那公路的钱的，前把的说不了吧，也说不了。所以呢，在我们修持这个取食的时候，为了提醒自己，然后修诵一些有关取食的这样的词句来就修诵的话，自己比较容易提醒自己，比较容易会想起。所以其实那个的都是东南一整的，那个4月里送的整个是有样式，也让人没信呢，他看东北生产的，但那技术那么土地嘛，就留在这里多那贵，那个东北好吧。马路打了米嘛，他打给这个一样的当完一，那你如果台湾的嘛就给老师，台湾的嘛就给老师，他这个锻炼的这种呀或者呀动的，那你我今天我讲不了，是吧？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如果说修取舍的时候，如果说不懂得修其他的词句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上师供养经里面的一个词句来去修取食。什么样的呢？唯愿大悲施加持，凡母众生罪障苦，今皆成守于我身，凡我所修诸善诸乐善，悉施众生令享乐。所以呢，以这样的方式来去修，然后自己这个提醒自己的动机，也可以说这个词句的意思明白吗？唯愿大悲施加持什么意思？老新杰老师啊，对，我过来讲的。现在就真的嘛，对不起。唯愿大悲施加持。这个词句有看到啊？什么意思？这词句什么意思？有某些加持就好。加持的事情，那当我们要学的话，真的拿不起死。所以呢，一开始就已经提请说给我加持这样。加持，今天跟那开始考虑这个要的是呢。加持之后呢，自己是想要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凡母众生罪障苦，今皆成熟于我身。这个是讲的什么意思呢？
能就俺让走，那么来耍他都看得清的。平常我们对上师提醒的时候怎么做的呢？希望给我钱。之外呢，甚至啊，太老实了。啊，对你刚刚没用的小事情，那个结果是吧？是不是希望不要我们任何的痛苦？是不是这样？人家对你拍自己，人的啥行为，对你对俺的忙啊，说是那么的耍到。不要说领取他人众生的苦，甚至连自己的苦说我不需要，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呢？我在说啥行动，说开过来的，也没让我写了几十个吧。按理说自己所造的苦应该自己来去承担，凡是说自己所造的苦，说我也不想要，希望不要有这个痛苦着。啊，但是结不了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把相换这样的思维要相换。这个想法是你的干。所以呢，这段相换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啊，这里结果讲看那个什么，他有人说时间短期就给俺来，拖去，结了结实的，那么个就耍到位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相换之后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有情众生的苦难，请上师加持成熟于在我的身上这样。你个电话打给我看个视频，把东西有啥？所以呢，我的快乐与善根都施施于他人有情众生长。你这个那个来上不去吧？来点那个视频来电话都这个小就是因为我所这样造作的善业，希望能够一切有情众生具足安乐。是吧？上面这个，我说嘛，他就这个上面这个大用率，落了没就到这个啊，其他。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思想方法，我们在观世的时候，似乎感觉上自己内心上没办法承受与容纳这样。你那样来你钱的人们地方经过，他都。但是这样去做这样的事业的话，究竟自己会得到快乐？叔叔地方都按钱的地方去挣了，但是叔叔地方有啊。如果说自己想要一个快乐的话，那首先对他人施施与快乐，那最后还是自己会得到快乐的。那你不能，他多大？我听一下，先说断百桩无事，他顶多呢这通通的，落了人这上面的东西不多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句编诵来去思维的话，比较容易能够去思维。我们今天咱们做的这个东西点了呗，这个来养天，这个当然跟那光照不着，这个话的光照，就点的了，没这个叔叔看电影呢，他往那光照也做的都去了。好，过去式的大修行者、大祖师们呢，都是一直在修诵，重复在这，以计数的方式来修持，然后来做观想也好，或者说我们唱诵也好，都是以这个诵文来做修持。那就这么嘛，就动用这么，他说养天的多，养老天的，你这个钱就多，你钱多也并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词句在上师供养经里面的时候，在上师供养经当念到这几句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会用唱诵的方式，也慢慢的唱诵。所以呢，唱诵的用意就是这样啊，上了东西钱多，那个钱。就是为了能够好让我们有一个慢慢的思维的空间，才要慢慢的唱诵。第二嘛，就给几个书记钱的，打什么的？除此之外，不是比赛谁的歌那个嗓